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在考虑制裁中国高级官员和公司，以惩罚中国把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进大型集中营的做法。9月10日，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库奈沙应邀前往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政府官员，就制裁中国官员达成了共识。东突厥散问题在德国国家电视台进行了详细报道，再次证明了中共政府在东突厥散实施的超乎想象的反人类罪行及纳粹式集中营。对此，东突厥散新闻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康卡西表示，东突厥散维吾尔人问题已引起全世界人权组织的广泛注意，也受到了人权组织的维护帮助。能够在国家级电视台报道有关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报道，说明对中共政府敲了警钟。我们再次呼吁，希望继续关注，将东突厥散维吾尔人问题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中。美国国务院表示，全球各地提倡自由与稳定，在反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以反恐为名镇压穆斯林民族的宗教自由。因此，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级官员及相关科技公司施加制裁措施，以惩罚他们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压迫政策。中国由于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担忧日益加剧，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终止生育限制。目前，中国的人口形势面对不少挑战，育龄妇女逐年减少，少子化、老年化程度不断加重。9月10日晚，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被撤销。卡通社阿斯塔纳报道，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部长苏莱曼诺夫9月11日在政府例会工作会议上表示，国家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预期，表示2018年1至8月份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趋势。尽管国际市场上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哈萨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仍达到了3.8%。